好渴。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你一晚上要把我弄湿多少次才甘心啊？一晚上你又要把我推倒多少次你才满意啊？疼。淡定，我还没说你强吻我呢。谢谢。蜂蜜水，解酒的。所以，我喝多了，然后跑来了你的房间，结果刚刚你去洗了个澡。好像是这样。那我都对你做了什么呀？真想不起来了。天哪，天哪，一定是在做梦，对，一定是在做梦，在做梦。哎，疼不疼？疼。疼就说明不是在做梦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啊？你都醉成那个样子了，要是再自己跑出去，我可没第二条命再救你。我应该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喝酒啊？因为郑婉莹的话？我想我妈了。昨天晚上我睡觉突然醒了，你不在，我一个人就觉得特别的难过。可能是最近跟秦珊珊他们接触太多了吧，我就总想我妈，所以我就喝了点酒。